華盛頓國會聽證會熒幕上面，財政部利息支出曲線垂直抽升，直接壓過整隊美軍全年嘅軍費。23-26年美國單年國債利息正式衝破12000億美金大關，歷史上首次超越全美軍費總預算。五角大樓日夜精算嘅頂尖軍備開支，竟然連舊債利息都應付唔嚟，成個超級霸權嘅底牌徹底被撕開。聯儲局隔夜逆回購池徹底乾塘，海外官方買家持債比例更加由3%高位跌穿2%，全球主要央行瘋狂清理美債，轉身大手搶購實物黃金，華爾街一級交易商根本無力接住天量新債。調取國會預算辦公室內部數據，彌倫呢場借新還舊嘅危險把戲，正演變成拖康美元霸權嘅湯氏死局。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最新精算報告顯示，未來10年單係美債嘅純利息支出總額就會衝破16萬億美金。呢筆純利息嘅天價開支將會直接吞噬聯邦財政總收入嘅1/4。當一個超級大國每收4蚊稅款，就有1蚊要掉入利息黑洞，成個國家戰略擴張機器注定會被龐大頭目硬生生拖慢。每日單係應付舊債利息，美國財政部就要向市場抽水超過33億美金，換算過嚟，等於每4日就消沒一條香港沙中線嘅總造價，或者每24小時憑空蒸發一艘最新型核動力航母。呢種瘋狂放棄嘅抽水速度，遠遠超出咗全球實體產業能夠承擔嘅最高極限。頑固嘅通脹壓力迫使聯儲局將中性利率鎖定喺歷史高位，財政部根本唔敢輕易發行天價長債。為咗夾硬壓低表面融資成本，財政部團隊只能夠瘋狂發行1年期以內嘅超短期國債，日夜借新還舊。呢種飲鴆止渴嘅結構性套利，令短期再融資敞口極限放大，成個體系隨時面臨流動性斷鏈嘅滅頂之災。呢個場景猶如18世紀法國舊制度晚期，宮廷財政收入超過一半都要攞去支付天價國債利息。無論凡爾賽宮當年擁有幾咁龐大嘅陸軍軍團，最終都要喺主權頭目危機入面碌然倒塌。如今嘅華盛頓正一步一步踩入同一個歷史泥潭，在利息深潭入面毫無還手之力。當短債倒騰嘅雪球越滾越大，華盛頓財政部金庫抽屉入面原本用作托底嘅流動性蓄水池已經無聲無息跌到警戒線邊緣。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最新每日公開市場操作數據正式出爐，一度高達2萬幾億美金嘅隔夜逆回救蓄水池水位徹底見底，一場引爆華爾街嘅流動性海嘯已經無可避免。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每日公開市場操作數據出爐，一度高達2萬幾億美金嘅隔夜逆回購蓄水池水位正式見底。呢個原本用嚟吸收市場閒置資金嘅超級海民，喺過去2年之內被華盛頓財政部當成發行超短債嘅提款機。如今每一滴流動性都已經被徹底抽乾，拆解背後嘅結構性套利機制。各大貨幣市場基金之所以瘋狂撤出隔夜逆回購，全因財政部發行嘅短期國債收益率高出幾點子，基金經理為咗賺取微薄利潤，集體將萬億資金由聯儲局搬去接盤短期國債，無形中幫財政部打咗一劑流動性強心針。但呢種資金大挪移嘅把戲已經行到歷史盡頭。從資金流向睇，美債總規模正式衝破36萬億美金大關，單係公眾持債規模就超越全美首季318000億美金嘅國內生產總值。當國家總派務大幅超過整體經濟產出，整個發債機制已經變成空中樓閣。過去2年姿態美債拍賣嘅2萬億緩衝段，今日已經徹底耗盡。由呢一刻開始，財政部每發行1分錢新債，都無法再靠閒置資金套利去掩飾，而係必須直接由實體銀行體系硬生生抽走真實存款準備金。
這種資本單向虹吸令整個銀行業嘅抗風險能力斷崖式下插。更致命嘅危機正喺華爾街24間一級交易商嘅後台爆發。受制於補充槓桿率嘅剛性監管，一級交易商嘅資產負債表已經被數千億庫存美債塞到爆棚。監管紅線死死卡住造市商嘅承接能力，面對財政部日夜不停嘅新債海嘯，投標意願已經逼近冰點。造市商原本嘅職責係喺國債拍賣入面充當最後托底人，但當資本充足率逼近紅線，持有天量美債只會變成沉重負擔，冇人願意再為政府接火捧。拍賣現場嘅一級交易商被逼硬食死貓，將風險積聚喺自己賬面，成個國債二級市場嘅流動性深度直接被抽到乾塘。呢種流動性枯竭嘅恐怖窒息感，令人諗起2019年9月嘅美國回購市場危機。當時隔夜拆借利率由2厘幾瘋狂飆升到10厘，成個華爾街瞬間陷入流動性離，成個華爾街瞬間金融機構互相築路，資金鏈差一步就會引發系統性崩塌。然而當年聯儲局仲可以即時轉身，瘋狂印銀紙重口量化寬鬆嚟救市，但時移世易，今日嘅聯儲局完全被頑固通脹同大宗商品價格金死手腳，根本無空間無底線放水。一旦再度重啟印鈔機，美元購買力就會加速崩盤。成個貨幣信用體係將會面臨毀滅性打擊。呢場以短借長投為核心嘅流動性豪鬥，已經將華爾街逼入死角，內部緩衝便已經全部燒光，造市商嘅資產負債表更加到達極限邊緣，而大洋彼岸嘅離岸美元核心買家正喺同一時間冚扣低結算制，掀起一場去美元化嘅跑售風暴，直接動搖美元霸權嘅命脈。瑞士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地下金庫深處，一箱箱實物黃金正被重新打上多國央行嘅專屬封條。全球官方儲備資產正以幾十年未見嘅驚人速度調頭轉身。原本長期沉澱喺美債市場嘅離岸資金，毫不猶豫斬倉離場，將美元資產換成沉甸甸嘅金條。作為美債海外最大買家，日本財務省為咗保衛日元匯率底線，喺公開市場瘋狂跑售流動性最好嘅美債。每逢日元匯率跌穿關鍵心理關口，東京交易員就會直接扣低賣盤制，單月跑售幾百億美金。中短期國債直接將美債變現，用作匯市干預嘅實彈。呢種被逼跑售令美債長端收益率進一步飆升，亦成為東京同華盛頓談判嘅隱形籌碼。日本一方面受制於美日同盟協議，無法公開同美債決裂，但另一方面，國內通脹同貨幣貶值壓力又迫使財務省不得不暗中放閪減持，令白宮財政團隊極度頭痛。拆解國際清算數據，海外官方投資者持有美債嘅總比例已經由歷史高點超過34%大幅跌穿2%，刷新幾十年嚟嘅歷史新低單。係呢批撤退嘅主權資金規模就足以填平多個亞洲主要經濟體嘅年度外匯儲備總和，規模龐大到令人咋舌。與此同時，中國持有美債規模亦穩步降至7600億美金嘅歷史低位區間。非美大國唔再將貿易順差自動回流泡捧，而係選擇多元化儲備配置。美債失去咗最穩定嘅海外蓄水池，發行端嘅壓力全部反彈翻去美國本土，導致呢場全球大撤退嘅導火線，正係2022年西方凍結俄羅斯3000億外匯儲備嘅極端舉動。呢次金融制裁撕開咗無風險資產嘅面紗，令全球中立國央行徹底認清，只要華盛頓一紙行政命令，任何離岸美元資產都可以喺一夜之間被直接沒收。當信用基石被自己親手摧毀，全球央行嘅理性博弈選擇就只剩低加速去美元化。
既然記帳美債隨時會被政治武器化，咁唯一冇主權風險、冇交易對手風險嘅硬通貨，就只剩翻實物黃金。各國儲備管理委員會開始全面執行實體黃金大搬遷計劃，由倫敦金庫到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越來越多非美央行要求將託管嘅黃金運返本國，連續多個月嘅全球央行淨買金潮，推動實物黃金定價權出現結構性轉移。黃金已經唔單止係抗通脹工具，更成為各國央行對沖美元信用崩塌嘅最後安全氣囊。呢個局面恰如1966羅總統直接派遣軍艦橫跨大西洋前往紐約，將黃金實物運返巴黎。當年法國個對美元承倚能力嘅質疑，最終引爆咗布雷頓森林體系嘅崩潰。而今日多國央行嘅運金潮規模同深度都遠遠超越當年嘅歷史鏡像。離岸美元循環嘅根基，正喺呢場無聲嘅黃金大遷徙入面被徹底抽乾。當全球主要央行集體拒絕為華盛頓嘅財政赤字埋單，美債市場由原本全球最深厚嘅流動性海洋，迅速萎縮成一個由內部金融機構互相接盤嘅高風險閉環。離岸大買家轉身離場，華盛頓財政部不得不將目光轉向內部，一場更瘋狂嘅短債借新還舊。豪賭隨即全面鋪開，華爾街債券拍賣終端熒幕前30年期長債得標利率再度大幅上揚，投標倍數慘跌至多年冰點，一場再融資風暴已經白面而嚟，連鎖反應喺國債拍賣現場即時全面爆發。30年期國債拍賣咁尾部差價越拉越化，海外同本土大型機構集體用腳投票。長達幾十年嘅通脹風險，令到財政部嘅長債拍賣多次出現流標邊緣嘅降價場面。長債無人問津，華盛頓財政團隊為咗維持聯邦政府日常運作，唯有將所有發債重心全面押注喺1年以內嘅超短期國債新發行嘅美債入面，超過70%都係呢類短債。短債發行比例已經遠遠衝破財政部原本設定嘅20%安全紅線。呢種極限操作本質上就係金融機構最危險嘅短借長投。財政部明知短債融資成本極高，但為咗掩飾長債拍賣崩盤，被迫選擇飲鴆止渴。整套發債策略由原本追求穩健期限結構，徹底退化成依賴短期拆借過日子嘅投機行為。拆解背後嘅滾動融資模型，就算按最保守嘅數字計，未來3年之內，美國即將到期，兼且需要滾動再融資嘅國債總規模就已經超過9萬億美金。呢批喺零利率時代發行嘅平價舊債，一旦到期就必須以當前5厘左右嘅高息重新發行，利息差額帶嚟嘅殺傷力完全呈指數級爆發。融資利率每維持喺高位多1厘，財政部每年就要額外掏出接近1000億美金，純粹用作填補利息差額。呢筆新增嘅天價利息負擔，令任何財政開支削減方案瞬間化為烏有。華盛頓原本寄望聯儲局能夠迅速開啟降息周期，幫債滾動減輕利息壓力，然而現實卻狠狠打咗財政部一巴。受制於居高不下嘅服務業通脹以及強韌嘅大宗商品價格，聯儲局根本無空間貿然實質性降息。減息窗口被死死卡住，貨幣政策同財政政策陷入前所未有嘅制度性死結。聯儲局為咗維持美元最後嘅物價信譽，必須咬緊高利率防線，但財政部卻因為高利率被推入借高利貸填舊債嘅絕境。兩大金融中樞互相掣肘，邊個都退無可退。整個美債體系嘅運作模式，猶如一間深陷流動性危機嘅高槓桿對沖基金。當基金經理將所有籌碼壓喺隔夜市場嘅短期融資，只要市場流動性出現一絲波動，或者隔夜融資利率意外跳升，成個資產負債表就會即時面臨爆袖清盤。高頻滾動發行短債，令市場容錯空間被壓縮到極致。財政部每隔幾個星期就必須重新向市場籌集幾千億美金資金，
任何一次拍賣稍為出現承接力不足，就會引發連鎖違約恐慌，將全美金融體系直接拖落水。短債倒騰嘅死循環已經將美元金融體系嘅內傷徹底暴露。當內部流動性被抽乾，短端利率居高不下，支撐美元全球霸權循環嘅最後底牌，亦即係石油美元同跨國能源結算，亦正喺歐亞大陸同中東板塊悄然無聲咁被連根拔起。泡沫倒騰嘅鋼絲越拉越緊，而支撐美元全球循環嘅最後一根支柱——石油美元與非美貿易結算，已經喺歐亞大陸悄然易手。波斯灣跨國能源貿易結算平台上，幾不遠級別嘅液化天然氣與原油現貨交易第一次完全脫離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網絡，平穩完成清算。波斯灣油輪鳴笛出港，結算單據上面嘅計價單位已經唔再單一標注美元。沙特阿拉伯同阿聯酋近年全面擴大多元貨幣定價多筆，涉及亞洲買家嘅大宗能源合約直接選用離岸人民幣與阿聯酋迪拉姆結算。呢個微小轉變，正將維繫半個世紀嘅石油美元閉環撕開一道深不見底嘅缺口。過好幾十年嘅舊秩序入面，中東產油國賣石油賺取美元，隨後將天量順差全數回流華爾街買美債，形成完美嘅自我循環。但係今日中東主權基金直接將能源利潤投向非美基建先進製造同實物黃金，離岸石油美元嘅自動回流鏈條已經宣告徹底斷裂。美債失去咗最關鍵嘅外部輸血通道，從資金流向睇，全球實體貿易入面採用雙邊本幣結算嘅比例，短短幾年之間飆升超過1/5，數以千億計。原本必須喺紐約清算系統沉澱嘅貿易資金，如今繞道而行，直接喺金磚國家同新興市場之間閉環流通。國際跨行結算系統嘅壟斷地位，正面臨前所未有嘅邊緣化危機。當非美貿易唔再依賴美元作為唯一媒介，離岸市場對美債嘅結構性需求出現永久性萎縮。以往華盛頓可以無上限發行國債，將國內通脹與流動性泛濫神不知鬼不覺咁輸出到全世界。如今失去咗龐大嘅海外吸納池，天量超發嘅美元只能夠掉頭回流。美國本土金融體系回流嘅美元洪水直接衝擊全美物價水平同本土銀行體系。聯儲局如果想壓制本土通脹，就必須維持高利率，但維持高利率又會令財政部嘅發債成本直接爆煲。白宮經濟顧問面對呢個結構性死穴，根本揾唔到任何平衡點，只能夠眼白白睇住金融體系嘅內壓一日比一日後險。呢個不可逆轉嘅進程，猶如20世紀初大英帝國英麥體係走向崩潰嘅歷史重演。當年英麥憑藉龐大幹隊同殖民地貿易壟斷全球結算，但當世界各國建立起自身嘅工業產能與雙邊貿易網絡，英麥儲備貨幣嘅特權就喺短短10幾年間迅速消退，最終爆發無可挽回嘅英麥危機。如今嘅美元霸權正踩入同一個歷史軌跡，全球南方國家唔再甘心將自身嘅貿易安全咁架喺華盛頓單一貨幣政策之上。跨國金融結算系統嘅去中心化正以驚人速度推進，各大經濟體粉構築獨立嘅清算網絡，令單邊金融制裁嘅威能力出現斷崖式下跌。全球貿易嘅去美元化安全島已經全面築起，跨國貿易結算正從虛擬信用重新轉向實體產能與商品錨定。呢場由36萬億美債堆砌出嚟嘅金融神話，終於迎來無法回避嘅終局大考。而全球多邊結算機構嘅最新年報發佈，以黃金同大宗物資為立點嘅雙邊清算網絡，正式改寫世界金融格局。由歐亞大陸到拉丁美洲，超過30%嘅實體貿易已經正式接入非美雙邊清算系統，各國央行將實物黃金同能源商品直接納入核心儲備資產，完全繞過紐約嘅中間清算環節。美元駐全球官方外匯儲備嘅佔比，幾十年嚟首次跌穿50%呢個歷史心理關口。呢場範式轉移嘅本質係全球結算體係由虛擬信用重新回歸至真實產能與實體資源。
當實物資產取代咗美債嘅抵押品地位，過往單向虹吸全球財富嘅金融管道瞬間失去效用。各國唔再需要被迫儲備海量美元去防範外部結算風險，成個美元循環鏈條徹底鬆動。回看華盛頓嘅財政死局，美債單年利息支出持續霸佔聯邦財政收入超過2成半。如果白宮想避免口無違約，除咗迫使聯儲局重肯印鈔機，直接將口務貨幣化之外，根本冇任何自救可能。但呢種左手交右手嘅自欺欺人把戲，只會令美元信譽跌入萬劫不復嘅深潭。白宮與聯儲局如今正處於兩難絕境。如果選擇無底線印銀紙填補泡沫，勢必引爆超級通脹，令美元資產徹底淪為廢紙。但若強行咬緊高利率壓制物價，又會直接刺破華爾街數以萬億計嘅商業地產同金融衍生品氣球，令本土銀行業面臨系統性清盤。呢個無法解開嘅制度性死結，令人諗起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前夕。當時各國同樣瘋狂擠地黃金，迫使尼克總統單方面宣布美元脫地黃金，終結咗金本位時代。而今日全球央行集體跑售美債、搶購實金嘅浪潮，正宣告純信用美債本位步入不可逆轉嘅歷史終章。實體世界嘅規則正在重寫，非美經濟體構築嘅平衡清算安全島，已經由備用方案迅速演變成國際貿易嘅主流選擇。當離岸貿易唔再，無怕單邊金融封鎖，依靠法例權建立嘅地緣威攏力亦隨之煙消雲散。華爾街過耗依賴嘅流動性霸權，正遭遇產能時代嘅降維打擊。大宗商品與實體產能先係大國博弈嘅定海神針。當舊體系嘅合約日價越推越高，平衡結算體系嘅成形速度已經不可逆轉。如果你身處中立國嘅央行或者能源巨頭位置，你會繼續硬掘天價現貨日價，定係加速搬去非美結算嘅安全島？分享下你嘅推演防線。